少爷，别动，让我缓一下。他怎么能那么干呢？啊！少爷，锦溪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回来啦？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出去了。出去了呀？嗯。我问你，少夫人的父亲最近来找过她吗？这说呀。少夫人的父亲前2天确实来家里找过她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少爷，怎么了？早上的时候，少夫人让我陪她去洗衣房找东西，然后她让我把你穿过的袜子给洗了，放到了你的更衣室。啊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别动，让我缓一下。他怎么能那么干呢？啊！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扶你上去？别动，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。完了完了完了！西城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？都别动！叫医生，快！啊！不要叫医生，先把我翻过来。露露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而且特别的严重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老夫人想要把少爷这个毛病给改了，可是用了好多的办法，都不管用。露露，去把那些袜子，还有袜子旁边的衣服都给我扔了。好的，少爷。顾西城，我已经算过了，你每天丢掉1双袜子，1个月30双，1年就是365双。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一笔开销啊？这些钱呢，如果省下来，已经足够资助3个大学生全年的费用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顾少爷这个毛病，我改不改得过来？啊！天哪！露露，露露，怎么了？露露呢？露露啊，在下面忙啊。今天她怎么没给我袜子呀？我帮你拿上来了。拿。这个袜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眼熟吧？这个是你前天穿过的那双啊。啊！不行，姐姐，拿走！不行，怕什么呢？这个袜子是我亲手帮你洗的，受不了，可干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但是千万别让我穿这个袜子。哎，赖赖，你走之前可是说过了，他走之后家里什么事情都由我负责。不行，给我穿上啊！锦溪，快来人看帮助！露，你们有没有人在啊？救命啊！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，主要在于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。我们采用多模块化。顾总对这个项目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那顾总是对我有意见了。常总说的非常好，请继续。我认为顾总这种行为对我很不尊重。抱歉，刚才我的状况不是很好，现在可以继续了。继续。
苏妍希，怎么这么着急？现在还不是着急的时候呢。贺锦熙，你，喂，永远都在挂我电话。我就算去找他，他也不会把检测报告给我呀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散会吧。顾总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您下午要见的人吧。你觉得这双袜子我是扔了还是不扔啊？顾总，您扔了会怎么样？不扔会怎么样？扔了的话，我回家有可能会死；不扔的话，我现在就会死。那我觉得您为了接下来要面谈的人，还是扔了吧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不扔了吧。顾总，您开心就好。后面有谁要见我？进来。少夫人，这是你让我洗的袜子，我该给它放在哪里啊？我来吧，我来。你进房吧。哎，王斌，啊，看简历，你工作经验还挺丰富啊。顾总过奖了。今天有点特殊情况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没事，顾总您开心就好。你跟常志成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是大学同学。哦，你们是大学同学？那么他有没有告诉你，在这个公司里，我最讨厌他？他没跟我说过。哼，那么你回去问问他，他哪里来的自信，敢把自己的人推荐给我？顾总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误会了？误会？你不是常志成推荐过来的吗？是。那你是不是他的同学呢？是。那就没有误会啊。顾总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虽然是常总推荐过来的，并且跟他是大学同学的关系，但是我跟他其实没有那么熟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招人，所以去联系了他，让他推荐我，仅此而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而且我相信顾总，您肯定不是一个会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上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我还就是一个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上来的人。晚安。结果跟我说的一样吧？事情进行的还挺顺的，打算怎么办吗？没打算怎么办？老太婆现在不在国内，集团所有的理事明显的偏袒我这边。前段时间还要大肆裁员，搞得公司里面怨声载道。我这次叫你过来，只不过是想试试他。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，让你进了公司，事情反而棘手了。为什么棘手了？别看他表面吊儿郎当的，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，那说明他对我就有了新的对策了。喂，
吃点水果吧。看见了，今天这个葛优躺不错呀。看下面，脚。什么脚？是袜子。就是因为这双袜子，我今天一天在公司都是全身上下腿发软，还让常志成看了我的笑话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是人鱼公主变成人的感受了。什么感受啊？就是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。西城，你电脑里有邮件。应该是公司年会的照片。锦溪，你帮我收一下。好。喂，贺锦溪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那串手链果然是他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赶紧说，我很忙的。我想找你求证一件事儿。求证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求证这两个字？我看到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现场的照片。照片儿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时你告诉我，说你还没回来呢。可是我在照片里看见你了。我当时确实没有回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目的在哪儿？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好了好了，你一个冒牌货在我面前说教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不要以为有几样东西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我就知道，爸爸那儿的 DNA 检测报告一定是你偷走的。其实你不知道吧？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就是贺锦溪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这样吧，妍希，我们来做个交易。我把检测报告给你，你把你手上的照片和手镯还给我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去自首吧。你说什么？自首可以轻判的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的。苏元熙，你是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指证我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不想看你在这条路上越错越远。够了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东西你给不给？就算你现在就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发给顾继成，这些证据我也不会给你的。好，这可都是你自己说的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傅博雅的事儿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这个人我不认识。贺锦熙，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啊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。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啊？对呀。反正我在家待着无聊，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？露露，那好吧，走吧。今天晚上想做什么菜呀？都可以啊，你做饭那么好吃，多买点吧。我知道少爷喜欢吃什么，我把少爷喜欢吃的都买回来，让你做呗。也行啊，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，多买一点。顾西城真的让你来监视我？是啊，常总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顾总最近处处在针对你。他针对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招惹的。安安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时刻惦记着我。常总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。安安，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，我可不愿意听。姑娘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简单的让我喝杯咖啡、吃点东西的吧？伯父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锦溪是我的朋友，你是他爸爸，我请你吃点喝点，不是正常的吗？上一次你是不是故意把贺锦熙的信息告诉我了？伯父，你忘了，上次是你主动问我锦溪的情况，我才告诉你的。你这么说太伤人了。哟，当面说谎话是吧？否认是吧？那既然这样，咱就没话说了。就你这点伎俩啊，在我面前嫩了点啊！哎，伯父，你别发脾气啊，有话慢慢说。你先坐下，
先坐下再说嘛。行，我这个人呐，不喜欢绕弯子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伯父，上次我不是跟你说有关锦溪的情况了吗？那我明白了，你是想问我那次跟你分开了以后，后来我对锦溪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行，姑娘，你呀够狡猾的啊，也知道怎么利用人，知进退。哎，我要是不看你这张脸，就听你这声音啊，还有你这个身形，我真怀疑呀，你才是真正的贺锦溪呢。真正的贺锦溪，伯父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贺锦溪是假的。是假的？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是干什么的，你为什么针对贺锦溪？我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，我告诉你吧，顾家那贺锦溪假的。苏妍希那个小贱人怎么好端端的让这个老家伙发现了？以我对这个老家伙多年的了解，他肯定是拿到什么证据，不然不可能会这么嚣张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伯父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不想隐瞒你了。我是针对贺锦溪，那是因为他抢了我男人。你男人要是有钱的话，他肯定抢啊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顾家那个女人是假的？行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拿到了贺锦溪的 DNA 检测书。DNA 检测书？我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不对，后来我动点手脚一检查，哎，真跟我想的那样。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扮演贺锦溪呢？伯父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看那份检测书，能给我看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财路啊！姑娘，想多了吧你？伯父，我就是好奇，好奇而已，是你想多了。妍希啊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裙子特别好看，就是我有个问题哦。难不成他们俩联手了？黄色，你说什么好呢？嗨，妍希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再跟你讲一遍啊。小薇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妍希，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薇薇，对不起啊。不行，这次说什么都不行。薇薇，我今天真的有急事儿，我改天再陪你逛街好不好？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讲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改天我一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下次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，各种大餐随你选，顺便陪你逛个3天3夜。但是今天薇薇女神，我真的有急事儿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不过你要记住你说的话，一言为定，骗人是口。一言为定。好，那你先回家吧。啊，去。大餐，别忘了啊！大餐别忘了。柱子，柱子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喝咖啡啊。伯父，哎，就算您对我有看法，你也算我长辈，让我送送您吧。哎呀，你还送送我？那行，走吧。
这儿啊。行了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就别跟我上去了啊，要不然不好说呀。那叔叔，我先走了。哎啊，谢谢啊。原来爸爸就住在这儿啊！贺锦熙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呢？你现在想知道吗？你们说些什么其实不重要，反正结果只有一个。说说看呢？你不会让我好过的。哎呀，才几天没见，你进步真的很大，我的好妹妹。作为你的亲姐姐，我是不是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呀？难道你之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让爸爸来威胁我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没有用的棋子就要尽快清理掉，不然它会成为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。现在你就是这个绊脚石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带着妈妈远走高飞，彻底消失，我可以考虑重新放你一马。不可能，我爱西城，不管发生些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他。那如果是顾西城自己不要你了，讨厌你、害怕你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呢？是你在逼我。当初我们怎么说的，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现在是你勾引我男人，你还要质问我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除了让我离开顾西城以外，不管你提任何条件，我都会尽力满足你的。你能给我什么呀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满足我，我现在最想你满足我的就是立刻去死，你能满足我吗？你就让我去死？贺锦熙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分开了，长大之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威胁我，用妈妈的命来威胁我，逼我替你嫁到顾家。我是你妹妹，可是你什么时候顾及过我的感受啊？嫁进顾家之后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全都做了。可是结果呢？顾生他不爱你。今天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吗？苏妍希，我真的是小看你了。你居然可以把这一切说得这么顺理成章。你给我听好了，顾西城他之所以爱你，是因为你叫贺锦熙，而真正的贺锦熙是我。你疯了！站住！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到时候我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给顾西城的时候，你应该不会过来求我吧？这些真的是你自己一手策划的？对呀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。而且一开始我就改变主意了。我现在决定，就算你现在愿意放弃顾西城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贺锦熙，你还有些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尽管冲我来，但是你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
明天早上8点，让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来我的会议室开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派人盯住常志成，看看他跟什么人有来往。常副总。哦，知道了。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说和朋友出去逛个街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出去逛街了？跟谁出去了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少夫人，你回来啦？哟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今天确实挺累的。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，但是只要我不在家，她就自己偷偷出去玩。是不是你啊？好，今天真的累，真的累。好。那累了上去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上楼歇着吧。喂。喂。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？好，另一件事呢？常副总确实在此前有跟几个部门部长接触过，其他的没什么发现。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另一件事呢？按照顾总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明天都可以准时参加会议。好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怎么了？不是说累了吗？怎么不去休息啊？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就知道你有事要跟我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。可是有没有？钱呀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100万？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，没关系，100万。正好咱们结婚之后啊，我也没有送你什么东西，没给你买什么礼物。你呢，拿着这个钱去买点东西。拿着。拿着呀。谢谢你。跟我你还客气啊？上去休息吧。志成啊，那份签名书，你敢确定是你手下的员工自愿交给你的吗？当然。很好。只要那份东西是真的，我就对你充满信心。啊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是的，顾总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联名书谁的提议？好，今天要是没人给我一个交代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，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，都不用来上班了。
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想玩，你自己回家玩去，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。李老，你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因为不管你说什么，也影响不了我的决策。顾先生，你别看你人五人六的，你们顾家就是因为出了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奶奶到今天还在为你受累。好了，李老，你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来人，请李老下去休息。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？我看你是反了你啊！吴世强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还有没有我呀你？哎，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儿。吴世强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，跟你没完！好了，现在清静了。有人想说话吗？我觉得你不配当神龙的领导人。说得好，继续说。你只顾自己玩乐，不顾公司的大小事业就罢了。而且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，你只图自己爽快，耽误公司项目的整体进程。而且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带着你部门的人回家。什么？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我是一个只会图自己爽快的人。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部门连续3年的业绩不达标，就这个月，你们跟丢了7个项目，谈崩了3个。我为什么要留一个只会吃饭而不会工作的人在公司？还有谁？露露，哎，少夫人，哎，慢点。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啊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再给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别找了吧，还是我来给你找。方叔要是知道了，他准会骂我的。少夫人，哎呀，找到了，终于找着了。我去。哎，露露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？哦，这袜子啊都是少爷他穿过的，马上就要扔掉了。扔掉？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。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穿过1次的袜子，他不会再穿第2次的。全部洗干净。啊？苏妍希，苏妍希，苏妍希！我让你生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，让你生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让你做顾家少奶奶，你去死啊！当你的顾家少奶奶！让我下地狱，就算我下地狱，也会带你一起去。到底是不是他？
我在这等半天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。我要东西呢。来，那我要的东西呢？DNA 检测书是吧？我忘家里了。行，先把钱给我，我下次给你带回来。你是打算自己回去拿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回去拿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要是敢打我，就把它撕了，大不了大家都不要好。你行。安安，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，我可不愿意听。谢谢常总，您这么为我着想。安安，你的立场我知道，你的心思我也懂，但是我不想因为我连累到你，知道吗？不会的，怎么会连累到我呢？我现在只想帮着常总您。其实我想说的就是，上次在顾总开会之前，他已经让我在背后偷偷调查了您。听你上司的命令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但是您放心，我绝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报告上去，尤其是关于那方面。你先看看这个菜单，喜欢吃什么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吃什么吃啊？我竟然没削呢。小魏女神，您就看在我今天特意挤出来时间，并且锲而不舍地给您打了12个电话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妍希呀，小子在，你最近是不是发大财了？怎么可能呢？绝对没有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以前可是1毛不拔的呀，怎么舍得来这种地方吃饭？还不是为了得到您老人家的原谅吗？所以我痛下血本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话我爱听，再多说几句让我听听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跟我这样的人一般计较。你这样的哪样的人啊？小人。还有呢？梁小飞，你太过分了啊！不要跟你3分颜色就开染坊好不好？爱点不点。服务员，2份蔬菜沙拉，2杯白水。哎，你看看，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吧？凶恶的獠牙露出来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服务员，点单。我这床早上刚铺好的，怎么又乱了？哎，露露，哎，下来帮我一下。哎，来了。这人肯定是把东西放在身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，薇薇女神？吃饱喝足了，这回您的气儿消了没啊？看在这次你略带诚意的份上，勉强消啦。哎，说起来啊，这家菜是贵，但是口碑不错啊。
口味当然不错了，你也不看看牛排多少钱一份，我心绞痛都犯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一会儿不着急回家吧？不着急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逛街啊，还怎么？又逛街？是啊，去不去啊？一定要陪我。我腿都快断了。跑不了。走吧，亲爱的，我等不及了。快点儿，走了，逛街街了。好。安，让常志成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进。给我一个解释。顾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？你不捡起来看一下吗？顾总，听我解释。好啊，你说。长城电子项目，长城电子科技这个项目。说呀，你不是要解释吗？说呀，继续往下说呀。说不出来吧？那我帮你说。长城电子这个项目是我去签的约，然后交给你跟进，该拨款拨款，该动工动工。为什么出现楼层坍塌的问题？啊？可能是因为施工技术质量的问题。哦，真的是施工方技术的问题吗？顾总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去跟施工技术交替人员进行落实。站住！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就一口咬定是施工方技术的问题，是不是要隐瞒什么？老实说，是不是材料的问题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对，我就是不信任你。我自认为没做过对不起公司、对不起顾总的事儿。好啊，就凭你这句话，这次公司所有的损失由你个人承担。顾西城家里的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苏妍希，你有点诚意好不好？是你说过要陪我来逛的。我今天不是一天都在陪你逛吗？你看看我脸上只有2个字：诚意。好的，那你说我这件衣服是扎起来好，还是放下来更适合我呢？扎快快快，来了，准备一下迎接。哎，店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在换衣服呢，你们走什么呀？这位客人您有所不知，今天我们集团总裁过来巡店，但这并不影响您购物。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或者合适的，你可以继续挑选和试穿。祝您购物愉快，谢谢。总裁，妍希，他们说的那个 SL 国际百货的集团总裁，是不是新闻上说的那个花花公子顾西城啊？不知道啊。好想去看看他传说中的老婆是什么样的，这么好命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人家老婆长这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来，我这件不是试出来，你就看一眼，就一眼好不好？就一眼。来，你先过去试试。帅哥，帅